好，咁今日就會開箱新嘅海賊王 OP11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就開始開箱睇下今次抽到啲乜嘢。好，咁首先講下今次 OP11有啲咩特別先啊？咁都唔使講㗎啦，肯定就有兩張路飛尼卡形態嘅漫畫卡，咁分別就係銀路飛同金路飛啦。咁亦都有張漫畫五檔蛇人路飛嘅，咁睇下我哋開箱可以睇到乜嘢先。咁第一包就快進一下，因為都冇抽到啲咩特別嘢。同埋今次係第一次拍開箱片，同埋最近先開始玩卡 game 嘅，所以如果有啲咩問題同埋不足嘅話，可以喺留言區度留言。咁順便就講解下最近官網發布嘅新消息啦。咁都唔使講啦，最近大新聞咧就係俾人禁卡呢單嘢啦，特別係黑色玩家嘅光咯摩利亞，冇得用啦。同埋冰河時代仲有用路 Lucci 嘅卡組嘅人，咁基本上都搞到好多人都要退坑。咁遲啲都會出埋 ST22史洛希嘅開鎖決戰，咁唔使講啦，肯定有 S 啦。咁呢度見到抽到 SEC， 咁即係話有機會出大頭或者係漫畫卡。咁就睇下抽到啲乜嘢先。喺呢度邊邊？漫畫五檔蛇人路飛形態，呢張值錢啦。呢張稀有啦，雖然冇尼卡咁稀有，但係都算特別稀有啦。如果唔係今個系列出咗尼卡，算最稀有嗰張卡嚟噶啦。咁抽到呢張好特別噶啦。咁見多次反光啦，只不過冇所謂。咁蛇人路飛第一次開箱開到呢張都算好彩噶啦，基本上係十二盒入邊得一個機會都會中到嘅啫。咁金同銀尼卡就24份啦，按照傳聞就咁都好彩噶啦。咁跟住嚟再睇下可唔可以抽到啲咩特別嘢先。好，跟住嚟開第四包，睇下有啲咩特別先。上一包咧就開咗漫畫啦，咁今次都睇下開到啲咩特別嘢啦。今日抽到張二畫係山治個姐姐。好，咁繼續開箱第五包，咁順便講下有冇咩新消息先。聽聞 OP12就係5月出嘅，咁就係聽聞啦，就係師徒關係系列嚟嘅。咁雷利同埋魯菲就唔使講啦，咁希望都出埋卡普同埋 Kobe 啦，咁更加希望係有埋阿基茲啦，畢竟佢兩個都係師徒關係。見到邊有好嘢喎？係卡爾，我最中意嘅角色啦。卡爾果然靚仔嚇，睇下先。果然有 SCC， 仲要係二畫嘅 Kobe。咁呢包應該出晒㗎啦，一張 SCC 跟個大頭，咁有一個最中意嘅角色。好，咁跟住就睇下可以開到啲咩先。開張史啦，可惜呢打張啦。果然好靚女啊，咁唔錯嘅。咁就搭多張 SCC Kobe 就一包就開晒㗎啦，應該就冇咩特別嘢可以出到嚟㗎啦。咁好，再講埋啲嘅都出咗新嘅 OP13主題啦，全程嘅意志，我諗大家都有收到消息，就係路飛生兄弟嘅啦，肯定有 Sabo S 路飛啦，咁唔使講㗎啦。OP13應該有好多人會開箱嚟睇㗎啦。
咁除之外都希望會出下可能紅髮啊或者 Roger 呢啲啦。好，咁入翻正題啦。係一張路飛，都係呢打啦。兩張路飛啦已經抽到。睇嚟金箱真係個 pack 下。係，好，咁如無意外就應該呢包出晒㗎啦。一張 leader 加一張二畫，咁再睇下有冇咩特別嘢啦。希望再開到啲稀有尼卡之類啦。係啦，除咗 ST22之外，ST23至28都出咗啦，就係四皇啦、紅髮、路飛、黑胡子，仲有小丑巴基，仲有 Bonnie 同埋大和呢6個卡組，就喺7月就有啦。好，咁再睇下最尾呢盒開到啲乜嘢特別嘢先，希望有多張漫畫啦。係路飛二檔，多一張漫畫，似乎金箱真係各 pack 箱下有2張漫畫出現。咁呢箱真係路飛大箱嚟嘅喎，已經3張路飛，2張漫畫，1張 leader。咁應該冇㗎啦，如無意外應該唔會有 SCC 跟底嘅，咁就應該開晒㗎啦。咁一陣做下總結先。好，咁以上呢啲就係開箱拆到嘅卡牌啦。